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，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，罗马书第4章第6节到第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创造。根据圣经，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。上帝的形象，我们在后天的读经分享里面会再提到。今天我们就要聚焦在这个创造，或是说新创造这个议题上面。我们说，上帝创造人，创造世界，创造这个宇宙，他也管理。如同诗篇136篇大卫的感恩之歌这样子的写道：唯有他行大神迹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凭自己的智慧创造诸天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在深水上面铺张大地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造太阳和月亮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太阳管理白昼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月亮和星宿管理黑暗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因此上帝他爱世人，所以他创造了。大卫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但是人类却因为自己的骄傲而离开了上帝，远离了上帝的创造，就不再有上帝的形象了。如同大卫，他在居了高位之后就忘了谦卑，因为贪色害人，离开上帝，因为得罪上帝，他就遭受到上帝的惩罚。但虽然他得罪了上帝，上帝仍然以不变的慈爱来爱他，使他有机会悔改认罪。如同以色列人远离了上帝，被灭被掳，生命陷入了困顿。但一旦他们认罪回转，上帝就赦免他们，并以不变的爱来接纳他们，再次的给他们机会。这个就是旧约的赎罪祭的意义。先知以赛亚这样说道：上主说，我要创造新天新地，以往的事都要被遗忘，不留痕迹。你们要因我所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。我所创造的新耶路撒冷将充满喜乐，城里的居民要欢欣，我自己也要因耶路撒冷而欢欣，为城里的居民喜乐，那里再没有哭泣，没有哀嚎。或者更明白的说，这个是上帝所赏赐的一个伊甸园的应许的概念。人再次的被创造，是的，没有错，人再次的被创造，就如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创造新天新地，也如同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一样的概念。或许这样子我们还不是很明白新创造的意思，
或许我们应该引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的经文，这样说：无论是谁，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。就如同耶稣基督告诉尼哥底母的重生的概念一样，因为我们再度的进入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就再次的让我们自己重新被创造，生命被改变。上帝就赐给我们有了他的形象，就再度的蒙恩得福，进入上帝的家。新天新地是一个新的乐园，是一个属灵的家，有上帝的同在，有上帝的保守，让我们再度的回到起初上帝创造的世界。先知以赛亚说，小孩子不会夭折，老年人都会长寿，活到100岁算是年轻，未满100岁死去的，可说是受我咒诅的。他们造了房子，自己住进去；他们种了葡萄，喝自己所酿的酒。他们绝不让别人住进自己的房子，或让别人喝自己的酒。我的选民要像树那样长命，他们将长久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，他们所做的事都会成功，他们的孩子不会遭受灾难。我要赐福给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。他们尚未呼求，我已经答应；他们祷告未完，我已经垂定。狼和羊要在一起吃东西，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，蛇不再伤害人。在锡安我的圣山上，不再有伤害和邪恶的事。上主这样宣布了。那么，到底谁能够进入上帝的新天新地，成为新造的人呢？根据保罗所说的，不是那些因为行为而想要来称义的人，而是因为相信而被上帝称义的人。根据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的所说的话，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。他说，行为是指着那一些以宗教礼仪割礼为得救依据的人，这些人是无法被上帝称义的。我们必须如同大卫一样，从心里头来认罪更新，才能成为一位新造的人。保罗说，大卫所说，那不靠行为而蒙上帝认为义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说，那过犯蒙宽恕，罪被赦免的人有福了，那罪过不被主计算的人有福了。大卫所说的这福泽，只是属于受割礼的人吗？不是的，他也属于没有受割礼的人，因为我们已经引证圣经的话，说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他的信，上帝认他为义人。这是在哪一种情形下发生的呢？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以前，还是以后呢？是在以前，不是以后。他后来受了割礼，这就是一种表征，
证明他受割礼以前已经因信而成为义人了。所以对所有未受割礼但因信而被上帝认为义的人来说，亚伯拉罕是属灵的父亲，他也是已经受割礼的人的父亲。不但因为他们受了割礼，也因为他们跟随了我们先祖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时那种信心的生活。保罗更进一步的说明，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，说他将要承受这世界。这个应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遵守法律，而是由于他因信而被称为义人。因为相信付出行动，跟随上帝，就能够进入新天新地，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。能够这样做的人，就是蒙福得恩，能够得救被上帝称义的人。诗篇128篇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你劳碌得来的够你使用，你必定快乐，凡事亨通。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，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。愿上主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，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国泰民安。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能够得到救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